Hello，大家好，我係 MBB 啊。今日又再繼續講咧中國大戰略第9集啊，中美軍事較量啊。因為咧呢個 topic 比較長啲，要分開幾集嚟講啊。咁最近咧有一啲報道咧話中國央視啊，咁啊報咗嗰個殲35咧行600至900公里咧，咁之後咧離開個航母啊。就只有7分鐘咧嘅時間咧去作戰啊。咁人就笑咧，7分鐘啊，真係打乜嘢啊？7分鐘內又要飛翻屋企啦。咁呢啲人咁樣諗咧，又係大錯特錯嚇。而家空戰咧唔係講噶，好似狗鬥咁，即係話意思係一架飛機飛嚟飛去啊，我要走去你後邊去發射導彈，唔係咁樣打嘅。而家空戰咧，你睇巴基斯坦同印度嘅戰爭咧，話俾你聽就係嗰個世界上第一次顯示咧，就係超遠視作戰啊，超視佢，即係 beyond visual range，即係話肉眼睇到嘅狗鬥咧，就唔再即係適合喺呢個空戰啦。因為點解啲雷達可以射到幾百公里啊？即係話我幾百公里喺後邊，我就睇到你個飛機飛嚟，我就埋伏一笪地方，咁咧我就將嗰個導彈長程嘅遠程導彈空對空射過去打你嗰個飛機落嚟啊！咁我使咩7分鐘啫？係咪啊？我飛到去近嗰度啊！你嗰個導彈個霹靂15啊，有啲去到成400公里啊！如果霹靂17或者霹靂21咧，去到成1000公里㗎。咁我唔使飛咁遠噶嘛，我埋伏啦。總之我喺雷達度睇到你，我就可以打低你嚇。而且咧，中國佢專門咧用啲不對稱方法嚟對付美國噶，所以到而家美國都唔敢貿然喐手咧，喐手先打中國。佢就係忌佢咧，佢知道佢都係好強嚇，所有嘅力量啊，嗰啲軍事力量非常係超強噶，但係佢又好疑惑。佢又唔知真係咪咁犀利咧？中國有冇令到佢真係跌眼鏡啊，或者好驚訝啊？即係話哇咁樣噶，佢可以咁樣砌低我，因為點解咧？美國佬你睇下佢打咗咁多場戰爭啊，係冇一個咧同佢勢均力敵嘅，所以佢呢啲人咧個個都係好驚咗呢個大隻佬咁樣啊！哇！鬼唔死啊！個個同佢打嗰啲揾啲即係嗰啲食白粉道友同佢打一個大隻佬，咁佢一定打死個道友啦，係咪先？咁你而家中國呢個武功高強，但係你又唔知喎嚇，佢好似世界上中國係軍事力量第2、第3，又好似係俄羅斯仲犀利。咁咧，但係你睇翻個牌面嗰啲軍事軍備咧。中國真係分分鐘超越咗美國都唔知，係唯一而家咧，中國咧係未有顯示到有長程隱形轟炸嗰個能力，但係佢都係無形中都係做到噶啦。因為點解咧？我琴日嗰集有講過，佢有一個叫 MD19、MD22啊，就係超音速嘅飛彈，可以飛1萬公里嘅。呢啲咪等於遠程轟炸一樣啫嘛。又平靚正我將佢放咗喺隻轟六飛機上邊喺沿海嗰度保護住嗰隻轟六，跟住我就射出去1萬公里咁打到美國啦，係嘛？即係夏威夷啲地方嗰啲島都打到。因為點解咧？美國即係中國而家嗰個大戰略咧，喺軍事嗰方面咧，如果佢唔可以長程去將嗰個戰爭拱到去第3島鏈，或者係去到美國本土，中國係唔會貿然打嘅。佢而家中國做親所有嘢咧，首先我要立於不敗之地。不敗之地咧就係佢好多嘢咧，你見到即係話佢打高超音速飛彈打航母呢啲就係立於不敗之地咯。你走唔到嚟我第2、第3島、第1、第2島鏈啦，就算第3島鏈嗰度嚟打我，因為點解我已經啲飛機去到咧就係幾千公里，跟住發射導彈啦，即係話嗰個 J36嗰個隱形戰機好巨大，可以抬真係成支9米長嘅
反艦導彈上去嘅，又隱形又高超音速，咁咧就去到3000幾公里發射嚇，咁啊再加多2、3千公里，咪打到好遠啦，係咪啊？咁中國咧佢又即係總之佢而家首先就保護咗立於不敗之地，就話等美國唔好貿然咧就嚟打中國，搞亂中國嘅進程。因為而家中國最需要係呢10-20年咧，就真正將個國家拱到個 GPT per capita， 即係話嗰個人均 GDP 去到起碼要3萬美金平均人口以上㗎，咁你先至係等於發達國家啦嘛。即係日本都係3萬蚊美金個人個收入GDP，咁佢而家咧用啲不對稱方法咧，就話即係話解決個燃眉之急。咁其實咧最後一隻機會俾美國打中國咧就2016年但我相信如果2016年去打，佢都未必打得贏中國，就會流牙血咯。佢可能斬咗中國一隻手，但係中國可能咧就屈斷晒佢啲手指。咁即係話佢即係都好傷啦。佢唔敢貿然啦。你睇美國，佢每一次咧都係打到你爛晒啲地方咁先至係攻入去。你通常打嗰啲弱國得嘅你同中國打唔掂㗎。咁同埋中國最驚佢咧就係唔係嗰啲航母。其實美國最犀利個殺手鐧就係佢個潛水艇因為點解潛水艇睇唔到嘛，好難偵測。而且中國個潛水艇個靜音係冇美國咁犀利，而且潛又唔夠佢咁低，去到500米深喺海面度。咁啲通訊同埋佢喺西太平洋嗰度咧，佢好多嗰啲偵測潛水偵測嗰啲軍艦嘅設備喺下邊，呢即係叫 sonar system， 即係怕靠音波去傳遞信息或者教啲電磁波、長波喺陸地上嗰度偵測到所有。咁咧即係中國咧就係話解決燃眉之急。你見到喺93閱兵咧嗰日咧又顯示咗有無人潛水艇，叫做 AJX 002，咁佢係20米長，大約2米闊啦。咁咧呢啲個無人潛水艇咧，中國咧就最犀利係個電磁技術嘛。咁佢有電磁，佢唔使整到嗰個潛水艇咁嘈，咪係超靜整到你諗下，同埋佢用嗰啲冇 shaft 嘅嗰個推動力去整到咧係即係話佢旋轉嗰陣時候佢會產生好多波波咁佢好慢速可以慢慢推進咁直頭咧，我覺得仲整過美國最靜嘅潛水艇呢啲咁出咗呢樣嘢，我覺得係又係解決咗呢個不對稱，用一個不對稱戰爭嗰個策略個謀略嚟對付嗰啲美國嗰啲核潛艇咁如果譬如咁佢一架055嘅導彈船咁喺中國嘅導彈軍艦如果有幾十架呢啲咁嘅無人潛水用乜嘢中國做出嚟無人潛水喺下邊保護住，咁你啲潛水艇打佢唔到嗎？你唔敢打，你一打我就發現到你，咁我又前進1-2隻，咁即係以多勝你嗰個質量因為多數可以揚到質量嘛，咁我解決咗個質量，咁我保護呢啲船。咁你知055幾犀利，一隻艦拱出去等於一隻航母咁滯。因為點咧？可以將啲打飛機，啲飛機咧就可以去打你落嚟，用嗰啲對空導彈。我可以用啲長程打軍艦、反艦嘅導彈打你我又可以殺潛水艇嘅飛彈即係總之即係話嗰個055而家得到呢咁嘅無人潛水艇保護住咧，咁中國咁更加犀利啦。咁講翻嗰個 J35啦，咁啲人喺度笑，咁差㗎中國㗎，逗留7分鐘要打完啦走。我而家唔係狗鬥嘛，係咪先？即係你個 dog fight 你等於二戰時嗰陣時喺個飛機度飄嚟飄去我唔使嘛，佢飛去出邊打完翻屋企啦，即係叫即係 fire and forget， 即係發射咗咧就忘記咗佢啦，唔使理啦。咁佢有一種技術叫做 A 射 B 導嘛，佢有個空警500或者空警600
嚇，係電子彈射嘅空警600，佢可以睇到500公里喎。咁嗰隻飛機飛到500-600公里，射完個導彈咁啊翻屋企啦。咁啊個空警繼續接波，咁啊將嗰隻用衛星咁啊將嗰隻飛彈啊帶去嗰個目的地。咁當到嗰個目的地咧，就嗰個嗰啲空對空霹靂導彈咧，霹靂15咧，佢自動咧有個雷達啊，去做揾嗰隻飛機啦。咁即係話你去到好近啦，十至100公里內，佢都識揾嗰隻飛機嚟射啦。咁所以咧嗰個印巴戰爭啊，就係嗰啲印度嗰啲陣風飛機咧，俾中國嘅霹靂15咁樣打晒落嚟，即係叫做射完就忘記咗，唔使理佢啦。好啦，今集講住咁多先啦。